嗰支警棍只係我手臂嘅伸延嚟，而我哋警察就係國家權力嘅伸延嚟。呢段對白配得咁精警，究竟配音嘅人係邊個呢？呢支警棍只不過係我手臂嘅伸延。警司朱經緯舊年11月底涉嫌毆打途人，並且以警棍係手臂嘅延伸作為辯解。一班自由身配音人組成覺醒配音組，以日劇律政狂人片段撰稿兼配音製作，古美門怒審朱警司，名串警察講大話，熱爆網絡啊！其實真正嘅惡魔，正正就係而家無限膨脹嘅警權。我讀法律嗰陣時，老師曾經教過我。冇權冇勢嘅人其實係衝擊唔到法治，因為呢班人根本就冇咁樣嘅能力。我哋要防範嘅係當權者。由2012開始嚇，近呢3年係更加係你都追唔切嗰啲不平事啊！而家密到咧應接不暇，即係你一個人又要返工又要生活嚇，你點可以喺咁密集嘅爭議議題裏邊去做到？即係好吃力嘅。其實而家，至於下個被警察打嘅人，可能就係你，因為你行路行得太慢；可能係你，因為你拎住把黃遮；可能係你，因為你重建唔肯搬走；可能係你，因為你投訴完水；亦都可能係你自己，因為你知太多嘢。以前有示威有講到笑嘅，可以同啲差人 OK 嘅，大家好禮貌。而家嘅早4-5年，差唔多反高鐵之後嗰段時間啦，我再企喺裏邊咧，我覺得係俾人扛住，即係佢哋嘅眼神嗰種敵意好明顯。聲演古美門嘅 Alex 就話：以前都以為政治同自己冇關，但係簽咗港視配音員之後，港視就不獲發牌，輪到自己受害，佢終於覺得任何人都要為公義嘅事發聲。去到你嘅時候咧，你就算瞓街又好，瞓咩都好，瞓咩都好，做咩都好，係幫唔到。而嗰個對方嘅實力亦都鞏固咗嘅時候，你係做乜嘢都做唔到。所以有一段戲就係講到個皇上講，個皇上同佢講話：你丐幫弟子幾百萬，我梗係驚你啦。咁個所以同佢講，皇上睇丐幫弟子有幾多人睇你嘅啫，你做得好，邊個想做乞兒啊？